跟住嚟咧，有請醫管局曾子聰醫生嚟幫我哋講幾句説話。好，咁郭議員你好啊，陳主席你好，各位支持今日嗰個活動嘅機構嘅代表，各位嘉賓啦，同埋各位朋友啦，我都係第二次呢個會場3月嘅時候都有一轉，所以比較放鬆啲啦，可以講下其實我都好關心癌症啦，今日係講乳癌啦，首先要感謝翻同路人同盟啦。其實都係由一班康復者啦，同埋家人去好有意義咁去創造呢個同盟啦。亦都會係咁多年咧，其實都係好關心癌症患者啦，亦都提供好多啲經驗嘅分享。喺我哋醫管局一個主要都係一啲服務提供嗰個角度咧，其實都好感謝，因為其實一方面咧，你可以好似阿郭賢講都加強咗公眾對呢一方面嘅認知。另一樣嘢咧，其實喺醫管局咧就同你哋，你哋係社區係比較好一個好緊要嘅一個夥伴啦嚇。頭先都有講啊，其實乳癌咧其實係大家頭先講完之後講。其實我係根據一個叫香港癌症控制中心啲數據嘅，2023年嘅最新嘅數據，因為通常佢唔可以做到2025嘅，因為佢有啲通常用20個月就出翻先前嘅數據。大家知唔知我哋一年裏邊咧癌症嘅新病例有幾多咧？接近38000，其實37953。大部分嘅患者咧，差唔多80%咧，都係去翻我哋公營個機構去尋求幫手啦。乳癌咧喺2023咧，其實係5603宗。有幾個數目字好緊要，因為第一樣嘢就係女性嚟講咧係最高，意思係佢呢個數目字係佔咗佢全部38000裏邊大概係15%。第二樣嘢咧就係佢係女性裏邊最常見一個癌症，所以頭先郭賢講得好啱嘅，我哋係要及早去發現啊，去跟住越早發現越早治療，越係最精準，咁應該理論上復原率係最高。而仲有一樣嘢就係喺呢10年裏邊咧，其實我哋發覺都嗰個數目字係都多咗60%嚇。呢樣嘢，所以全部都係一啲警號。不過我調翻轉就係乳癌嚟講咧，好多時都喺早期，因為好多原因引致，包括譬如遺傳啦，包括啲生活習慣，譬如食煙飲酒啦，亦都包括一啲係荷爾蒙嗰啲問題，可能會多啲。但係咧就佢嗰個復原率咧，即係5年嗰個存活率咧，亦都係好高嘅86%。而令到佢點樣可以存活率高啲咧？其中一樣嘢我都好針對就係話多啲去自我檢查啦，早啲發現啦。喺醫管局嚟講咧，其實一路咧都係好關注，我哋所有嘅癌症啦，尤其乳癌啦。而喺睇翻咧，其實我哋都好希望係一個病咧係比較可以話由從患者嘅角度去睇。所以睇翻嚟講咧，都係睇翻嗰個2010年開始咧，其實我哋有一啲叫個案癌症經理，其實咧就係一個好大嘅變化，即係話嗰啲癌症嘅患者唔好彩，但係其實咧我哋啲個人化，其實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就已經係一啲個案經理咧係陪住一啲唔好彩嘅患者有癌症，由一開始即係好似同路人嗰個同盟嗰個理念一樣。佢係同醫生咧做啲協調，同埋個病人同醫生裏邊做一個好重要嘅橋梁，去同佢溝通啦，同埋去協調個病人所需要嘅跟住嘅治療啦，同埋個診斷同埋治療。呢一方面其實喺2021年開始有，到而家咧其實都唔係最早期咧係乳癌同埋一個叫直腸癌嗰啲，而家咧已經係擴展到7個癌症嘅專科啊，呢一樣嘢都係我哋一個好主力，覺得可以真係幫到，因為其實任何一個人有一個病，尤其係癌症，其實係除咗屋企人嘅關顧之外咧，好重要就係都有好多其他，唔係就係藥物或者係做手術，其實好多人都要陪住佢。所以其實呢個個案經理咧就係一個好重要嗰個喺嗰個一個
治療個療程裏邊一個好重要一個角色，可以同佢一齊扶持，去令佢渡過呢個唔簡單嗰個情況啦，個歷程啦。咁另一樣嘢就係個治療啦。今日個主題都係精準治療啦嚇。咁精準治療其實即係我本身都坦白，我係一個即係醫生，但係咧我就唔係一個腫瘤科嘅醫生嚟嘅，我係深切治療部醫生嚟。咁咁但係喺醫管局嚟講咧，都係睇到呢個咁嘅需要，所以其實喺一啲叫做 BARCA 嘅 One Two 啊，或者係啲 HERM Two 咧，其實都係即係加強嘅服務嘅。譬如我講2025、26嘅時候咧，喺個 BARCA One Two 咧，其實我哋係逐步咧係對於一啲乳癌嘅病人係啱嗰個需要嘅話咧，我哋就會去做呢啲嘅檢查。兩個目的，第一個目的咧就係話原來發覺佢係屬於呢啲 BARCA 嘅時候咧，我哋可以精準啦，可以做一啲標靶嗰啲更加精準去幫到佢啦。另一樣嘢咧就係其實知道佢有呢個咁嘅 gene 嘅時候咧，咁係會對佢做一啲輔導啊，唔係就係佢啊，同埋佢嘅家人啊都會做一啲輔導，而令到佢跟住可以面對。咁 HER2 都係類似。咁而後續係咩？後續就話如果有精準嘅時候，其實有翻藥物嘅一啲支持噶嘛，用藥物嗰啲。咁呢一樣嘢咧，其實我哋都係有考慮到嘅。所以咧喺我哋講先至有講。而家嚟講咧，我哋將引入一啲藥物嗰個程序簡化咗，同埋快咗。咁簡單啲一啲完全新嘅藥咧，其實我哋以前就會由即係縮短咗一半，有10個月去5個月。而亦都有藥物嚟講咧，都分咗好多種啊。如果睇翻成個數據嚟講咧，現在係醫管局有嘅藥物係屬於癌症藥物咧，有166種。而166種屬於乳癌嘅藥物咧，大概有39種。裏邊咧有一部分咧係通用，一啲係專用。但係有啲咧就係自費，但係自費裏邊咧都有13種咧係一啲叫安全網，即係其實係可以有即係如果合乎條件嘅話咧係會有資助嘅嚇。咁去到所以話入藥咧，我哋都會加快咗啦，同埋亦都加快去進入呢啲安全網嘅藥物裏邊。咁至於佢治療個療程去到後尾啦，佢康復咗咧，其實康復嚟講之後咧，可能個病人咧都會面對好多嘅問題，包括佢可能啲手術後嗰啲皮膚會緊啦，另外咧可能有啲叫水腫啦，或者係啲荷爾蒙引致嘅一啲關節痛。呢一樣嘢咧，其實我哋都會考慮到，所以咧我哋都開始咧做一啲叫做康復嘅護理嘅診所，由啲即係專業嘅護士咧去做一啲擔當一個 role 咧，就係去同一啲康復嘅患者咧去一齊去睇翻佢個護理嗰個計劃係點啦，佢而家面對啲咩啦，同埋俾一啲 counseling 或者一啲方向去同佢一齊去應付嗰個乳癌醫好咗啦，但係之後仲有其他咧後續嗰啲問題點樣可以好啲，包括佢個體重控制啊，佢飲食嗰方面啊，咁所以其實係全方位喺佢嘅需要上，唔係就係藥物。咁展望將來啦，將來咧其實就即係我哋一定係會提升即係乳癌一啲嘅服務嘅。咁譬如我哋嗰啲化療嗰啲可以話可以幫到手嘅人次啦，一啲手術裏邊嘅節數啦，一啲入藥嗰啲會更加多啦嚇。呢啲一方面我哋都會去考慮嘅，每一年我哋都會有啲週年計劃咧去加強呢一方面。但係最重要一點咧，其實亦都係今日嚟嘅重要一點，其實去幫去對，即係去同大家一齊去有咗病去醫好咧，其實唔係就係醫護嘅，其實大家都好緊要嘅。其實所有嘅即係有時都會聽到一啲好好嘅諗法。原來我哋可能有時有啲，譬如我哋點解唔可以喺啲腫瘤科嘅診所裏邊去貼一啲海報？譬如我會即刻會考慮下呢樣嘢。即係如果我今日冇嚟到咧，我未必會知道呢個我哋做得未可能會更加好嗰個部分。但我聽完之後咧，我又可以將呢啲嘢咧，咁正正就係呢個一個好好嘅一個時間，一個禮拜六4月11號可以大家聚一聚，去聽下諗法。嗱，我承認嘅，我哋仲有好多嘢可以再好啲，但係咧正正就要聽到大家同大家嘅聲音，去睇下點樣再做好啲。好，唔該晒。Thanks.